好啦，乡亲朋友，现在过后转到福起来的节目嘅现场咯，今日来同大家小解一下，是系讲到康健又养生嘅油甘，同你了解汉药当中啊，今日又来想讲转做汉药材来用，同你讲我先来讲我今日你嘅肉意，嗬，咪来同大家小解当到一个料理嘅方式嚟，嗬，同你頭先來講到嘅一個做肉丸。好，我想應該唔單做肉丸嘛，比如講像一個煮一個排骨湯，用幾隻嘅落去，嗬，第二度有乜嘅用嘅一個成分做的對講半一個肉啊，一講半一個食物變都啱好食。其實啦，油甘料理真好做，比如講煮雞湯嘅時間，唔煮落去，不用幾隻嘅落去。那當然要看雞湯嘅大呀小，比如講迄一隻雞，唔煮安尼摘一隻，嘿，數按用是摘一隻，就做對，嘿，迄差不多是5隻嘅安尼吼。安尼的話就變成講，不同生肉迄唔係酸性嘅，但是你把不用油甘落去，那就變成酸鹼平衡的。所以講一般大家講生肉嘅人。講講吃到唔健康啦，也講講會比較胖嘅時間，那你就沒有這個顧慮了。好，顧數係。對，轉過來就講，比如講做水餃。哦，嘿，包一個水餃嘅時間，還做在哪裡做利用哦？嘿，水餃是不是會有絞肉？嘿，那你絞肉的時候，就像我家用講來做，給冰箱拿出來退冰氣嘅做給。自然去剝脱去，然後跟肉子來種，就留給水餃啊，水餃那個絞肉。用嘅芡用嗬，用嘅菜刀用，烤啊，叫做別開咧，啲鹽就做成總撇咧。其實你講冷凍鍋都當好薄，哦，冷凍鍋喺度當好薄開啊。對，就脫都冇問題，對。用水啊，用輕輕嘅綁就可以了。但是就是清楚要做講，唔好規包嘅來拿出來推扁咧，咁來做。冷凍。拿出來停定做來做，因為所有的東西，你冷凍鍋，都冷凍地包。拿出來黑推扁的話，它原本的那個鹽汁會流失掉，所以你就給凍架，你就來剝開來之後給絞肉，剁的就向下絞。一般的吃水餃會膩，但是你那邊油甘落去就唔壞。哦，因為上班下就會講做一個肉嘅料理嘅時節啦，太甜啦，自家料理來食下，冇聽講鄉親朋友未做得吃出其他嘅，應講到較好，較有創意嘅料理。韓國比如講清客家料理，清道嘅就講嘅瓜仔肉，你剁那個瓜子肉，你那不用幾隻油甘落去，特別好吃。我那一天副卡就563做些嘅朋友來。做些我就做一碗嘅瓜仔肉，本來他們看到做瓜仔肉冇乜計咧，但是我都講你地不要油甘啊，哇！大家都吃到當飯佢講，做埋死起來真勁冇香用，冇香用咩唔會按呢個，咩唔會按油啦，嗬。油個甘。韓國用你本身做係當好做其他，就平時係學做料理嘅係冇？平常咧就好做事咧，所以有做嚟賣一樣嘅。也係有研究。對，平常咧，我喜歡講做嘅食嘅東西，因為真嘅，啲講油甘係對身體這麼好，所以我就想講，係咪把油甘來加到嚟平常日常嘅料理底位？但是我會做以前，我就請教我們的顧問，就是大業大學這個謝文章謝博士，他是我們的顧問。我只要吃的東西，我一定會請教他。所以，古時你都日下有一道嘅食譜啊，嘛嘅要出來嚟做推廣嘅嘛。你講愛食嘅時節，我們正在研究。愛食嘅時節就先來也為來試看下嚟，對，慢慢來推廣。做得，變成講慢慢來，因為像兩種沒有大量的果實的時間嘛，那到下半年度就會有很多鮮果。給家下我們就會推廣一個，就是說，多苗栗來料，那你就吃得到油甘的料理。多苗栗料、油甘的料理就食得到啦，對，好真實嘅嗬。不過愛食嗬，愛提倡鄉親朋友嗬，也是係愛先來煮飯啦，嗬，冇嘢，係講以下來
为其他台游览茶的时间可能就无法度啦吼，因为要先来讲，你怎好来准备咩哦？准备好些，你来做出来的料理，就是每日都迎合来设计的。好，也讲睇也个料理的部分吼，家下聽佢上到埋個其他嘢都較接上式嘅料理，咱個來兩下都講，也下下來冇問題講自家本身吼，呢個也個三手合作社成立有1久嘅時間咧。去年3月的成立的，所以去年3月嘅這樣成立，今年20年的。好，去年3月嘅成立都也下算起來也個成果當好嘅，也現場看到當到嘅一個產品。盡量努力啦。講到一個產品啊，都上去啲哦，即自家本身係屋下就有講中，因為頭先伊講到嘅係些時間有說過，唔過你係米下醬油上賣體來種果子，嗰時你本身頭哥係好物嘅啊，屋下從細屋下都有講中啦。係，不過最近農場開下發，自己一間農場係啊。嗰時咧本身讀書嘅時間有學農嘅冇？讀書唔係學農嘅。冇學物嘅啊？冇，我係讀化工嘅。哇！誒，發現同到一個讀化工嘅朋友啊，嗬，誒慢慢嚟嗬，佢哋會來接觸下較田園嘅啦，嗬，也係你講到較空間嘅，嗬，對下化工來講，都冇去做一行業嘅係嘛？係啊。好。你係做農嘅專業嚟推廣有感。好，專業愛推廣有感嗬，既然講到有專業愛推廣嘅嗬，誒頭先都睇睇你講做前係你嘅果子，還個做成料理，而家目前有感做嘅產品有哪啲呢？有感目前開發出來嗬，有酸柿啊。酸柿？就兩邊嘅有感醋有。呀，也下會看到呀，有感醋。一邊就係呢有感醋嗬，哇！一個酸柿嘅成日看起來啊嗬，誒，佢係咩東料咧？嗬，也有冰無糖。冰無糖，也有感加無糖嘅食甜甜咩？酸柿加無糖。油甘酸柿加無糖，安樣？油甘醋不是油甘加酸醋，是油甘醋加黑糖。油甘酸柿冰無糖，因為酸柿它酸啦。油甘醋，不是油甘酸醋哦，是油甘醋加黑糖。油甘做出來嘅酸柿，整個加無糖也有，也整有用神嘅一隻概念都地方度，我吃點看下嚟。凍筍，韓國呢，我頭先食油甘嗰種嘅，甘甜嘅，好甜甜嘅米絲，哇！唔是臭嗬，唔是臭，按叫佢停定就幾好嚟，好，一下都愛幫人來燒雞咧，呀，愛做幾久啊？呀，6個月以上，你用筍絲攪慢慢嚟攪，筍絲慢慢嚟去攪，6個月嘅時間，哇！你都係講下陳年醋啦，用嚟講嘅。越久越好啊！所以買進去做嘅嗰邊係叫到嘅，好慢慢地來食。食嘅時間來食下好。飯後食下好。食飽飯過後。係食飽，當然食飽飯以後嗬，食飽飯以後食一餅，對身體非常的好。哦，按樣型嘅嗬，古數應講當然食飽飯過後來食下，也就係應講到體界手機本體界嘅產品，真係呢食落去，所以我一下日。貴些嘅節目我都吃到後欄煙豚，韓國所以每做甜甜啊樣。好，有關酸柿嗬，夾個絕配係膨糖，冇做係個無糖。韓國做啲特皮呀，膨糖、無糖兩種。好，也做係幾皮起來係口感非常好。食路係清好嘅。冇都鮮果大隻加膨糖嘅當好食。甜甜嘅果子，嘅冷凍拿出來。薄薄啊，冰果子佢大薄地薄大大，冰落去，向下攪攪嘅。就是有水餃都好。用水攪攪就做得。哇，也真係一種生來咩動用性嘅一個食物啦，好，也就係啲酸柿，還有其他嘅產品嗎？還有個做有個酵素軟糖，包括生椰絲咧。係。酵素軟糖。係。個生椰絲咧，好愛食飯。迄個轉骨啦，也迄個唔係食飯啦，唔會撞肉嘅啊。唔會撞肉，韓國食東西都冇乜追到嘅。係個生嘢，食安尼有咁嘅產品以後啊，特別愛食飯啊，飯特別食得落，
哦，古时候也就是第一就是上次，啊，第二就是那酵素软糖。韩国面头前看到还有2罐呢，吼，2罐其他也系嘛个。一罐迄讲的有感酵素，其去装变粉的个胶囊，佮比人吃较方便。有感粉胶囊。所以有的人可能对吃它唔方便，吃的时间吃东西唔方便，唔利便，而你就做会得。直接用水囤就好。哦，即系滚水拿来吼，就适量浸下去，好也就会用个也就做成一个胶囊啦，韩国有酵素，有一个上次再过来就系那个软糖也得，哇，真是嘞吼！哎呦，个产品哦，迄团吹来研发也系研究有味同呢度的。就讲有呢度的研究人研究合作。你有个太好嘅教授，拿你做顾问来听书，还有HACCP 的吼合法的个审计公司，你懂还有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没有重视到安尼嘅产业，所以也希望个学位费也做一帮你付通啊，你张开始同时要政府的个鼓励。哦，真是啦，吼，因讲到吼，也下来推广也有感来讲吼，有当到嘅因讲单位啊，吼，大家吼来上帮上听，吼来听书，同按好嘅产品来推广出去啦，吼。另外呢，迄讲有做一啲有合作嘅单位来听书，也当然係一定好嘅吼。係咩所有嘅购置啦，也係搶出來，你全部都係拿嚟做兩個酵素。一般果是几乎所有果水果都做酵素，但是有咁嘅效果特別好。對，有咁幾個即講聯合國咪講建議生態嘅嗬，清好嘅植物嗬，就做得來種嘅嗬，學也對人嘅身體嘅空間幫助嗬，實在是好較好掉嘅嗬。學應講到藥掉以外啊嗬，其實我哋哦，係你藥下慢慢嘅哦，除咗食的以外哦，還有一個用嘅部分咯。所以啊嗬，一個食的以外，用嘅還有乜嘅咯？誒，你要加下點，將來請蒙太哥來老太家來做小記咯，先來聊下嚟。